店的经纪人带员工，也就是带小姐到平湖来出差，短短15天就赚83000块，这是互袂少人真意外。原来平湖的娱乐产业市场遮尔啊大，也毋过嘛有家长真担心，讲有一寡场所、真晚学校、真晚病院，都惊会影响到老人甲囡仔。平湖烟火节是真侪人旅游首选，不过若暗时啊水，你是马京中正路有真侪好食的点心档。不过眼前这栋大楼5岁10岁的空棚，吊伫咧大楼壁头，嘛想大家注意。平湖娱乐产业进步甲真快，最近就有产业人士抛出薪水单啊，带员工出场，15天薪水拢总高班，扣除一寡费用，嘛是赚83000。算上盖老咧，平湖上老咧，就是。平湖上老这个啦，啊，这座中正路上老这啦。真侪人拢看到嘴要开开，平湖娱乐市场原来这么大棚，抛开地图走出中正路素食店楼顶，真侪间 KTV， 离中正国小可能160公尺，离平湖病院嘛可能280公尺。家长真烦恼，敢会影响是大人含囡仔。啊，若新民路的商业大楼、电子娱乐场、卡拉 OK 嘛拢有。附近的停车场嘛要进驻娱乐产业，3点连线正做大三角，讲是平湖娱乐上精华留地的所在。使用用途没有限制，所以他们一般要营业的话，都喜欢来这边承租。有网站分享，平湖几间店规模正大，佮开连锁，相关人士上准上去，要来赚大钱。不过娱乐产业进驻，难免互民众拢真烦恼。这里管制的比较严格。我们这边都有管理员在帮我们在做管理，而且我们也要求他们住户要能够互助跟自爱。林条推说员工娱乐带动地方发展，有好处冇败害。出头家严格管理敢无作用，就惊产业伤过复杂，会引起争议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